總裁老公送咗3000萬紅寶石頸鏈俾初戀，轉頭就將離婚協議推到我面前，我冇喊冇鬧，只係爽快簽字。我3歲女兒望住電視入面條頸鏈，忽然開口話：爸爸，嗰粒紅石頭好臭，好似外婆走嗰日留低嘅壞血。賀時顯張臉瞬間白晒。賀時顯將嗰份離婚協議放喺餐台上嗰陣，玄關位嘅自動感應燈啱啱熄咗，偌大嘅客廳陷入半明半暗，淨係牆上嘅投影幕仲亮住，屏幕入面海外拍賣會嘅新聞正反覆播放。賀氏集團掌權人賀時顯豪擲3000萬拍下稀世紅寶石頸鏈餘溫，並當眾送俾啱啱回國嘅初戀白青。鏡頭掃過白青修長白絲嘅頸項，嗰粒深紅色寶石垂喺佢鎖骨之間，顏色濃到幾乎發黑。佢笑得溫柔又得意，仿佛已經重新坐返賀太太嗰個位置。賀時顯企喺餐旁邊，西裝外套搭喺臂彎，語氣冷淡到似處理一份普通合約。書語簽咗佢啦。白青返嚟咗，我欠佢一個交代。我望住台上嗰幾張薄薄嘅紙，手指仲戴住啱啱洗完青菜嘅涼意，3000萬嘅頸鏈，同一份要我淨身離開嘅協議，原來就係我陪佢行過5年嘅全部結局交代。我輕聲重複呢2個字，心口似被悶錘狠狠砸咗一下，卻冇想象中咁崩潰。咁我呢？妙妙呢？賀時顯扯咗扯領帶，眉眼之間染上一絲唔耐煩。妙妙係我女兒，我會俾佢最好嘅教育資源。至於你，呢層樓留俾你，另外再俾你500萬。做人要知足，當初你嫁入賀家嗰陣，就應該知道會有今日。係啊，我當然知道。我係李家嗰個見不得光嘅女兒，係白青遠走他鄉之後，賀時顯最合適嘅替身同擋箭牌。5年前，佢喺一場大火之後昏迷不醒，醒返嗰陣，所有人都話救佢嘅女人係白青，只有我知道嗰日真正將佢由廢墟入邊拖出嚟嘅人係我。我背脊到依家仲留住大片舊傷，陰天落雨，痛到成晚瞓唔着。可我冇解釋，因為嗰陣我以為只要我真心對佢，總有一日佢會睇得見我。依家諗返真係可笑，我自嘲淡勾咗勾唇，冇喊鬧，亦冇質問，只係平靜淡攞起旁邊支簽字筆，就喺筆尖掂到紙面嗰一刻，安靜嘅客廳入邊突然傳嚟一陣細碎腳步聲。3歲嘅妙妙抱住只斷咗一隻耳仔嘅小紅公仔，光住腳企喺睡房門口，佢揉住惺忪嘅睡眼，俾投影屏幕上巨大嘅珠寶特寫吸引住。賀時顯見到女兒醒咗，模式幾不可察但柔和咗一瞬，卻依舊冇收起台上嗰份離婚協議。妙妙，點解唔着鞋就走出嚟？妙妙冇答佢，邁住2條小短腿行到台邊，盯住屏幕入邊嗰粒石大嘅紅寶石，睇咗好耐。賀時顯大概係對個女有愧，破天荒掹低身，指住嗰條1000萬頸鏈問：妙妙，爸爸送俾白阿姨嘅禮物靚唔靚？佢係想個女都認同佢嘅選擇嗎？定係想自我催眠，將一場背叛包裝成體面？妙妙歪住小腦袋，原本天真嘅大眼睛入邊，竟然慢慢浮起一絲近乎本能嘅恐懼。佢往我懷裏縮咗縮，指住屏幕入面嗰粒寶石，奶聲奶氣，卻清晰到不得了淡話：爸爸，嗰粒紅石頭好臭，好似外婆走嗰日留低嘅壞血。客廳入邊嘅空氣霎時間凝固晒。賀時顯嘅臉色喺嗰一瞬間變得慘白，伸出去想抱個女隻手，僵喺半空。外婆過身嗰日係妙妙親眼見到噶，老人家跌喺浴室入面，俾人發現嗰陣已經太遲，血喺瓷磚罅入面形成暗紫色，帶住一股令人一世都忘記唔到嘅腥腐味。而嗰條被賀時顯奉為至寶，用嚟障止舊情餘溫嘅紅寶石頸鏈，喺呢一刻被一個3歲細路用最直接嘅說話撕開咗華麗外殼，露出某種令人心寒嘅底色。我握住筆嘅手穩如泰山，喺賀時顯驚愕嘅目光之中，我飛快簽低咗李書宇3個字，簽好啦，賀先生，聽日律師樓見。我抱起妙妙，
再冇望嗰粒值3000萬嘅壞石頭一眼。何時顯維持住半蹲嘅姿勢，成個人似一尊被凍住嘅冰雕。妙妙唔好亂講嘢，佢嗓音沙啞，試圖伸手去碰個女嘅手臂，卻被妙妙敏捷但避開。妙妙緊緊擰住我條頸，小腦袋埋喺我肩窩入面，委屈又害怕，但補咗一句：爸爸呃人，嗰粒石頭入面有喊聲。妙妙驚。3歲細路嘅直覺，往往比成年人嗰份體面更接近真相。我拍住妙妙個背，安撫住佢微微發震嘅小身體，望向賀時顯嘅眼神冷到似冰。既然個女唔舒服，協議我又簽咗。賀先生，請便吧，你嘅餘溫留返去暖你應該暖嘅人，唔好喺度嚇親個女。賀時顯慢慢企起身，目光喺我同嗰份協議之間來回掃過。佢大概冇諗到我會簽得咁快，更加冇諗到一向親近佢個女兒會對佢買返嚟嘅昂貴珠寶露出呢種厭惡。李書宇，係咪你教佢講呢啲嘢啊？佢眉頭緊鎖，眼底閃過一絲懷疑。就因為我將頸鏈送俾白青，你就喺個女面前詛咒佢，我忍唔住笑咗。嗰係壓咗5年委屈之後滲出嚟嘅荒唐感。何時顯，你係咪太睇得起自己？妙妙先得3歲，佢甚至分唔清3000萬同10蚊有咩分別。佢只知道咩係乾淨，咩係污糟。佢冷哼一聲，似係想掩飾心入邊嘅不安。佢攞起台上份協議，動作有啲粗魯但接好，塞入西裝內袋。聽日上晝10點，中環律師樓，你最好唔好耍花樣。大門被重重關上，個聲巨響，嚇到妙妙又縮咗縮。我將個女抱返床上，望住佢重新瞓住之後，先好似被抽乾力氣啖坐喺客廳地氈上，投影依舊未關。白青喺鏡頭入面笑得優雅大方，纖細嘅手指撫摸住嗰粒紅寶石，眼神裏面滿滿都係炫耀。佢對住鏡頭話：呢粒寶石背後有一個關於守護嘅故事。送佢俾我嘅人話：我係佢呢一世唯一想守護嘅餘溫。守護。我盯住屏幕入邊嗰粒寶石嘅切面，心底忽然生出一絲異樣。因為長年做藝術策展，我對珠寶同古董有住職業性嘅敏感。頭先妙妙講壞血嗰陣，我都留意到嗰粒紅寶石中心有一抹極唔自然嘅暗影。嗰絕對唔係高品質紅寶石應該有嘅普通包裹體，更似係某種浸透之後留低嘅沉澱。我攞出手機，撥通咗老同學周林嘅電話。佢係行內有名嘅珠寶鑑定師，亦曾經喺歐洲幾間拍賣行做過顧問。周林，幫我查下啱啱成交嗰粒紅寶石頸鏈，拍賣名叫餘溫。我想要佢完整嘅流轉記錄，尤其係50年前以前嘅舊檔。電話嗰邊沉默咗一下，有啲驚訝。書宇，嗰可是賀時顯送俾白青嘅，你查呢個做咩？冇乜，我望住屏幕入面白青頸上嘅紅光。聲音冷到連自己都覺得陌生，我只係想知道佢拼命想守護嘅到底係一件咩嘢。放低電話之後，我開始收拾嘢。呢個家入邊每一樣嘢幾乎都係我親手揀嘅，由窗簾顏色到餐具紋路，由妙妙嬰兒床上嘅小月亮到玄關嗰盞會喺深夜為佢亮起嘅燈。可呢一刻，我只想帶走屬於我同女兒嘅必需品。當我打開衣帽間最深處嘅抽屉嗰陣，一個有啲發舊嘅絲絨盒滾咗出嚟。嗰係3年前妙妙出世嗰陣，賀時顯送俾我嘅禮物。佢話嗰係賀家祖傳頸鏈，意義非凡，叫我好好珍藏。我順手打開，入面係一條款式老舊嘅碎鑽頸鏈。借住月光，我先發現上面啲碎鑽切割粗糙，邊緣已經有細細嘅崩裂，色澤亦渾濁發灰。原來真品從來都唔屬於我，佢所謂嘅意義非凡，不過係隨手丟俾替身嘅一粒過期糖。我正準備將個盒丟入垃圾桶，手機忽然震動，周林發嚟一條短信，得短短一句，卻睇到我背脊發涼。唔好碰嗰粒寶石，佢以前唔叫餘溫，叫敷血，係民國時期由陪葬品入邊流出嚟嘅嘢。傳聞入面死過3任女主人。嗰一夜，我再冇合過眼。第二朝上午10點，我準時出現喺中環律師樓門口，賀時顯仲未到。
我牽住妙妙企喺街邊樹蔭下，望住一對對夫妻出入律師樓，有人神情輕鬆，有人形同陌路。媽媽，我哋要去邊？妙妙仰住小面，手裏仲攢住嗰隻舊紅公仔。去一個光啲嘅地方。我摸咗摸佢個頭，語氣平靜。一架黑色勞斯萊斯緩緩停喺路邊，何時顯推門落車，依舊係一身筆挺黑西裝，只係眼底泛住明顯嘅清晰，睇落似係成晚都冇瞓好。佢見到我嗰一瞬間，腳步幾不可察淡停咗一停，大概冇諗到我真係冇化妝，亦冇半點喊過嘅痕跡，文件都帶齊未？佢行到我面前，聲音依舊冷淡，都喺度。我由袋入邊抽出文件袋，利落膽底過去。佢冇即刻接，只係盯住我平靜嘅面，眉頭皺得好緊。李書宇，如果你依家後悔，睇在妙妙份上，我可以再俾你一次機會。白青嗰邊，我會諗辦法安頓。聽下，到咗呢個時候，佢仲要維持嗰種高高在上嘅施捨感。我笑咗笑，笑得坦蕩。何總，安頓呢啲事，仲係留翻俾你嘅餘溫吧。我哋入去，唔好耽誤律師時間。成套手續辦得比我想象中更快。律師核對協議，確認財產分割，解釋撫養安排，每一道流程我都比何時顯更加順暢。反而係佢最後簽字嗰陣，筆尖停喺紙面上好耐。點啊？何總唔捨得嗰500萬？我坐喺佢對面，淡淡望住佢，佢猛淡抬頭，眼入面燃起一簇無名火，隨即飛快簽低自己個名。半個鐘之後，離婚文件正式生效。妙妙同爸爸講再見，我彎低身對女兒講。妙妙望咗望賀時顯，又望咗望佢領口位隱約沾住嘅冷香，嗰係白青最中意嘅香水味。個細路敏銳淡往我身後退咗一步，細細聲講：爸爸再見，你要照顧好嗰粒會喊嘅紅石頭。賀時顯嘅臉色瞬間變得難睇，佢大概又諗起尋晚妙妙講嗰句壞血，眼底嘅煩躁更加重。李書宇，照顧好佢，缺錢就聯絡我助理。唔使啦，我收好文件，轉頭望向佢。賀時顯，既然已經兩清，有件事我都係提醒你一句。佢挑眉，帶住勝利者嘅自負，諗通咗，定係想要更多補償？嗰條頸鏈唔好俾白青帶住過夜。我壓低聲，每個字都講得好慢。佢唔係咩好嘢，妙妙嘅直覺一向好準。如果你真係在意白小姐，就請專業機構徹底檢查底座同寶石內部。何時顯似聽到咩笑話，嘲諷淡勾起嘴角。李書宇，呢種詛咒太低級啦。白青話你係妒忌，先故意教個女講嗰啲話。我本來以為你至少會走得體面啲。我冇再多講，同一個扮瞓嘅人講真相，本身就係浪費。我牽住妙妙截咗一架的士，頭也不回淡離開咗呢個困咗我5年嘅金絲籠。倒後鏡入面，何時顯企喺原地，久久未喐。佢手裏捏住嗰份離婚文件，身影喺中環刺眼嘅日光之下，竟透出一種講唔出嘅落寞。可佢唔知道，呢個只係佢崩潰嘅開始。離開何家嘅第3個晚上，我帶住妙妙住入咗工作室後面嘅細單位。呢度雖然唔大，卻被陽光塞得滿滿當當。我正忙住幫妙妙分裝彩完，手機卻唔合時宜淡，瘋狂震動起嚟。係何時顯，佢喺呢個時間打電話過嚟，實在稀奇。我撳低接聽鍵，嗰邊先傳嚟刺耳嘅摔碎聲，緊接住係佢壓住怒火嘅質問：李書宇，你搬走嗰陣係咪喐過白青嘅嘢？我微微皺眉，語氣平淡：何總，我走嗰陣只帶走我同妙妙嘅嘢，至於白小姐嘅嘢，我連碰都嫌污糟。咁我何家祖傳頸鏈呢？佢喺電話嗰頭冷笑，背景入邊隱約聽到白青柔弱嘅抽泣聲。白青話想睇下何家嘅傳承。我打開抽屉，入面卻得一堆發黑嘅破銅爛鐵。嗰條頸鏈雖然唔值1000萬，但嗰係何家嘅臉面，你就算妒忌都唔應該攞佢出氣。我握住畫筆嘅手頓咗頓，
諗起嗰晚由秋桐深處滾出嚟嘅絲湧入，何時顯，你確定佢係發黑咗，而唔係本來就係嗰種底色？我企起身，行到窗邊，望住遠處閃爍嘅霓虹。當初你送俾我嗰陣，話嗰係祖傳寶貝，叫我好好珍藏。我藏咗3年，連戴都唔捨得戴。依家你話我知，嗰係破銅爛鐵，你少喺度扮糊塗。何時顯嘅聲音拔高，白青請嚟嘅鑑定師講咗，嗰係低劣嘅工業合成品，連地攤貨都不如。李書宇，係咪你將真品調包咗？我自嘲淡笑出聲，眼眶竟然微微發澀，可聲音異常冷靜。何時顯，你用下腦啦。呢3年嚟，何家醫務間嘅監控24小時開住，我有機會調包咩？定係喺你心入邊，我就係一個為咗首飾不擇手段嘅賊？電話嗰邊陷入短暫死寂，真相得一個。我一字一頓淡講，嗰就係3年前你送俾我嗰陣，根本冇用過心。你隨手攞咗一件打發替身嘅一品，卻我話嗰係何家嘅傳承。依家窯品氧化，露出本身醜陋嘅樣，你卻走嚟問我要真品。何時顯，你唔覺得荒謬咩？唔可能。佢喃喃講咗一句，語氣入邊終於透出一絲動搖。冇咩唔可能。你所謂嘅憐憫，早喺你決定敷衍我嗰一刻，已經被你自己踩碎咗。我掛斷咗電話。白青大概係想借住嗰條祖傳頸鏈喺何家企穩陣腳，卻估唔到挖出咗何時顯當年對我最輕蔑嘅證據。啱啱放低電話，周林發嚟一段片，片入面一張泛黃舊報紙被慢慢攤開，黑白相上依稀睇到嗰條名為余溫嘅紅寶石頸鏈。周林嘅語音跟住傳嚟，書宇查到啦，呢件嘢上拍之前叫余溫，再往前叫敷血。民國時期，一位軍閥姨太太難產而死，陪葬嗰陣手裏解住嘅就係呢粒寶石。據講血滲入石心之後，由墓入面流出嚟，喺黑市轉過好幾手，每一任帶過佢嘅女人，最後都出咗事。當然傳聞歸傳聞，但我查過檢測記錄，寶石內部確實有異常暗層，底座入邊可能俾人喐過手腳，你千祈唔好靠近。我正睇住段片，睡房入邊忽然傳嚟妙妙驚恐嘅喊聲。媽媽，嗰粒紅石頭喺窗外面望住我，我心頭猛彈一跳，快步衝入睡房，妙妙縮喺被入邊，小手死死指住窗外。窗外只有婆娑樹影，可嗰一刻我亦都感覺到一股莫名寒意，順住腳底爬上背脊。我抱住妙妙嗰陣，佢後背已經被冷汗浸透。冇事，媽媽喺度，只係樹影。我輕聲安撫，心入邊卻控制唔住諗起周林嗰句，底座入邊可能俾人喐過手腳。就喺呢個時候，我手機再次跳動，係何家老宅管家打嚟，聲音入邊帶住從未有過嘅焦灼。太太唔係，李小姐，你可唔可以返老宅一趟？先生同白小姐嘈到不可開交。妙妙留喺呢度嗰啲畫俾白小姐燒咗，我眼神瞬間冷落嚟。嗰啲畫係妙妙3歲以嚟所有塗鴉記錄，每一張我都視若珍寶。因為搬屋匆忙，仲有一小碟留咗喺老宅畫室嘅儲物櫃入面。我安頓好妙妙，連夜趕返嗰個曾經被我稱為家嘅地方。推開大門，客廳入邊冇咗往日嘅靜落。白青住真絲瞓袍，手裏攢住嗰條千萬頸鏈，臉色蒼白，神情癲狂。何時顯企喺佢對面嘅陰影入面，腳邊係一堆仲未完全燒盡嘅灰燼。李書宇，你仲有面返嚟？白青尖聲指住自己條頸，嗰度竟然起咗一圈細密紅疹。你教個女講嗰啲晦氣話，依家如你所願啦。我一戴上呢件嘢就開始過敏，全身都痛。係咪你喺條頸鏈上面搽咗咩污糟嘢？我連望都冇望佢一眼，徑直行到嗰堆灰燼旁邊。嗰係妙妙畫嘅一家3口，依家只剩低一個殘缺邊角，火先燒掉嘅，正正係畫入面我嘅面。我慢慢企起身，反手狠狠刮咗白青一巴掌，啪一聲喺空曠客廳入面顯得格外清晰。
呢一巴掌係叫你唔好碰我女兒嘅嘢。我聲音冷靜到冇起伏。你敢打我？白青捂住面，難以置信淡望向賀時顯。時顯，你睇佢。賀時顯冇好似以往咁即刻衝上嚟護住佢，佢只係死死盯住白青手裏條頸鏈，聲音冷到似冰渣。白青，頸鏈底座入面嗰張小卡片呢？點解你話嗰係你親手寫俾我噶？可我拆開卡槽見到嘅卻係一串拍賣行編號。白青嘅喊聲戛然而止，眼神開始劇烈閃躲。嗰係因為呢粒寶石入拍賣行之前，曾經經過我老師嘅手。我冷冷打斷佢嘅謊言。當時我幫老師整理底座資料，唔小心喺內側留低過一個極細嘅標記。賀時顯，你以為你買低嘅係你哋重逢嘅驚喜？其實呢件嘢3個月前就由白青委託中間人送去想拍。佢叫黑市嘅人喺底座入面裝咗微型定位器，本來係想確認頸鏈流向，方便以後控制局面。你花3000萬買低嘅唔係愛情，係佢親手準備好嘅局。賀時顯嘅身體狠狠一晃，佢轉頭死死盯住白青。佢講嘅係咪真？呢件嘢係你自己送去拍賣行嘅？白青徹底慌咗，突然尖叫一聲，將條頸鏈猛啖甩向我。係李書宇陷害我，呢件嘢我唔要啦。頸鏈插住我耳邊飛過，重重砸喺牆上。嗰粒深紅色寶石喺撞擊之下裂開一道細縫。一股腐朽又帶住鐵鏽味嘅氣息瞬間彌漫開嚟。賀時顯下意識向前一步，卻被嗰股味熏到倒退。佢終於諗起苗苗講過嗰句壞咗嘅血，亦諗起我叫佢唔好俾白青帶住過夜嘅提醒。滾！賀時顯盯住白青，由牙縫裏擠出一個字：時顯，你聽我解釋，我叫你滾。賀時顯暴露淡推翻旁邊嘅古董架，白青狼狽淡跑咗出去。客廳入面只係剩低我同佢。賀時顯頹然坐倒喺沙發上，望住滿地灰燼同裂開嘅寶石，聲音沙啞到幾乎聽唔見。書宇，我以為我一直喺彌補遺憾，可我好似親手拆咗真正嘅家。我彎腰執起妙妙嗰張殘缺嘅畫，放入袋入邊，語氣毫無波瀾。賀先生，家喺度嗰陣，你冇覺得佢係真，依家擦乾淨咗，亦冇必要扮唔捨得。凌晨3點，醫院走廊嘅白燈昏暗到似一場褪色嘅夢。我緊緊抱住高燒唔退嘅妙妙，佢體溫燙得驚人，嘴唇燒到乾裂起皮。醫生話佢係病毒感染誘發高熱驚厥，但妙妙喺昏睡入邊始終拉住我三角，閉住眼驚恐淡喊：紅石頭咬我，爸爸身上有臭味。沉重嘅腳步聲喺走廊盡頭響起。賀時顯帶住滿身寒氣同未散盡嘅煙草味衝過嚟。妙妙點樣？佢想伸手摸女兒額頭，動作入邊帶住一絲卑微嘅試探。我側身避開佢嘅觸碰，望住佢嗰張寫滿疲憊同埋愧疚嘅臉，只覺得諷刺。賀先生消息真靈通，白小姐仲未安撫好，都有空嚟關心前妻同女兒。我已經趕佢走咗，以後都唔會再見。賀時顯嗓音沙啞，眼神直勾勾盯住妙妙額頭上嘅退燒貼。妙妙頭先講咩臭味？我自嘲淡，牽動嘴角。佢話你身上有壞石頭嘅味道。賀時顯，你仲未發現咩？自從嗰條頸鏈入門，妙妙就一直唔舒服。你以為嗰係價值3000萬嘅寵愛，可喺個女眼入面，嗰係你帶翻嚟嘅，足以毀掉呢個家嘅惡意。賀時顯嘅臉色喺冷白燈光下慘白如紙，佢頹然靠喺冰冷牆壁上，向來高傲嘅脊梁第一次冧咗落去。書宇，我查咗，嗰條頸鏈確實係白青由黑市倒手送去拍賣行噶。佢話嗰係佢最後一點嫁妝，想換個名頭翻到我身邊。我竟然信咗。你唔係信咗佢，你只係太愛嗰個深情嘅自己。我冷冷打斷佢，你享受被需要、被追逐、被當成救世主嘅感覺，所以你心甘情願做嗰個冤大頭。可你憑咩要我同妙妙替你嘅虛榮埋單？呢個時候，妙妙突然發出一聲微弱哭腔，佢擘開一條縫，迷迷糊糊見到賀時顯。賀時顯面露驚喜，正想上前，妙妙卻似見到咩可怕嘅嘢，
猛地往我懷裏轉，聲音虛弱卻堅定：走開，唔要壞爸爸，你將媽媽嘅面整丟咗，面整丟咗。何時顯愣喺原地，我心裏猛淡一酸。苗苗講嘅係嗰張被燒掉嘅全家福。白青燒畫嗰陣，火舌最先吞掉嘅就係我嘅臉。3歲細路表達唔出複雜嘅恨意，佢只知道爸爸俾一個壞阿姨毀掉咗媽媽。何時顯，聽清楚未？我抱緊個女，一字一句咁講，唔止係我嘅臉，喺呢個家裏面，你將我哋母女嘅尊嚴同安全感都整掉咗。依家請你離開，唔好再刺激妙妙。何時顯企喺原地，似一個被判死刑嘅囚犯。佢張咗張嘴，卻發現自己連一句反駁嘅理由都揾唔出。就喺佢轉身嗰陣，手機瘋狂震動，佢機械淡接通，聽筒裏傳嚟白青近乎癲狂嘅尖叫：時顯，救救我！嗰條頸鏈裂開之後流出嚟嘅嘢，整到我塊面，醫生話可能會留疤，你快啲嚟救我啊！何時顯面無表情淡聽住，突然發出一聲自嘲冷笑，直接掛斷再拉黑號碼。佢望向我，眼入面只剩一片死寂。書宇，如果我話我想彌補，仲有冇機會？我望住輸液管入邊一滴滴落低嘅藥液，語氣平靜到似講緊一個路人嘅結局。有啲病要藥到病除，有啲心死得無聲無息。何總，請返嗎？何時顯終究冇再跟上嚟，佢嘅背影消失喺醫院走廊拐角位，顯得狼狽又破碎。3日後，苗苗康復出院，我冇返嗰個細單位，而係直接搬入咗合作方提供嘅一處隱蔽住所。我要切斷同何時顯所有聯繫。就喺我籌備重塑主題藝術展嘅關鍵時期，白青毀容嘅消息傳遍咗成個名流圈。嗰條名為餘溫嘅紅寶石頸鏈，因為內部含有罕見放射性礦物雜質，又被黑市中間人長期浸泡喺特殊滋養液入邊，破碎之後流出嚟嘅液體，令白青頸部同面質大面積潰爛。佢嘅名聲徹底臭晒，唔單止因為佢自導自演拍賣騙局，仲因為佢為咗製造所謂血緣感應，私底下喺底座裏面加入刺激性化學顯影劑，想令何時顯誤以為呢粒寶石指認佢。可佢唔知道，嗰粒寶石真正危險嘅地方，遠比佢設計嘅戲碼更加可怕。我冇諗到白青會孤注一擲。慈善晚宴後台，我正低頭核對展品名錄，一個戴住大墨鏡同口罩嘅女人連從淡衝入嚟，佢遮住咗大半張面，但嗰陣濃到刺鼻嘅冷香出賣咗佢。李書宇，係你對唔對？白青嘅聲音尖銳到似指甲劃過玻璃。佢伸出纏住紗布嘅手，死死捉住我膊頭。係你叫個女走救我，係你換咗我條頸鏈。你呢個賤人，你一早就知道條頸鏈有問題。我冷冷撥開佢隻手，甚至懶得後退半步。白小姐，買頸鏈嘅人係何時顯，設局嘅人係你。我唯一做過嘅事就係喺嗰條頸鏈入門第一日提醒過佢呢件嘢唔乾淨。可你哋邊個聽咗？你胡說。你就係想睇我毀容，想睇我被時顯拋棄。佢猛啖摘低墨鏡，露出嚟嘅皮膚布滿側樣紅痕，似被某種毒蟲啃噬過。依家佢連我電話都唔接，佢成日守喺你以前住過嘅樓下等你哋。你滿意啦？望住佢近乎癲狂嘅樣，我心入邊竟然冇一絲波瀾。白青，由始至終我嘅對手都唔係你，你將自己睇得太重，亦將何時顯嘅愛睇得太重。你所謂嘅守護，不過係一場明碼實價嘅買賣。依家貨壞咗，買家自然要退貨。我唔信，我要殺咗你呢個狐狸精！佢由袋入邊掏出一把修眉刀，瘋狂向我刺嚟。後台保安瞬間反應過嚟，將佢死死按喺地下。就喺混亂之中，何時顯出現咗。佢着住一件略顯皺嘅黑色大衣，企喺門邊，眼神甚至冇喺白青身上停留哪怕一秒。佢只係直勾勾盯住我，聲音卑微到骨子裏：書宇，唔好驚，我嚟處理。佢行到白青面前，居高臨下啖望住呢個佢曾經奉為餘溫嘅女人。白青，
我俾過你機會。何時顯嘅聲音平靜到令人發冷。你設局呃我錢，我認咗。你燒咗妙妙嘅畫，我都忍咗。但你千唔該萬唔該，唔應該對李書宇落手。白青愣住，面色慘白。你知道咗？我唔單止知道頸鏈係你準備嘅，仲查到你喺海外欠落巨額賭債。何時顯冷笑一聲，送佢去警署，應該點判就點判。白青被拖走嗰陣，哭喊聲響徹走廊。何時顯轉頭，試圖行向我，我後退一步，將手入邊嘅名錄擋喺胸前，語氣疏離到似面對一個陌生客。何先生，好戲睇完啦，如果冇其他事，請唔好耽誤我工作。何時顯伸向我嘅手喺半空僵咗好耐，最後頹然落低。書宇，你以前從來唔會咁叫我。佢眼眶泛紅，原本精心打理嘅頭髮此刻顯得凌亂。呢副落魄模樣喺過去5年裏從未出現過。我轉身繼續整理展台上嘅雕塑模型，頭也不回淡答。以前我叫你時顯，係因為我以為嗰度係我嘅家，你係我丈夫。依家你只係我女兒名義上嘅爸爸，僅此而已。我已經查緊當年嗰件事。佢急切地繞到我身前，聲音發顫。白青一直話，當年火場救我嘅人係佢，所以我先對佢懷有愧疚。但係琴日我翻到你舊書房櫃入面嘅合照，睇見背後被火燻黑嘅日期，亦睇見你醫院記錄裏嘅燒傷位置，所有細節都對上咗。當年由火場裏面將我拖出嚟嘅人係你。我手上嘅動作微微一滯，心入邊嗰座早已荒廢嘅城池，終究都被呢句話震落咗幾片殘瓦。5年啦，佢終於發現嗰個背脊被火燒傷，喺無數個雨夜痛到成晚瞓唔着嘅女人，先係真正由廢墟入面將佢拖出嚟嘅人。而佢卻喺嗰之後，將所有溫情同資源都送俾咗冒名頂替嘅騙子何時顯。唔好再講啦，我放低模型，望住佢對眼，神色平靜到令佢絕望。真相係咩？依家已經唔重要。如果你係因為愧疚先回頭，大可不必。救你係我當時嘅選擇，放棄你係我依家嘅自由。唔係，唔止係愧疚。佢失控啖抓住我膊頭，力度大得驚人。喺呢幾日，我返到屋企，推開門睇見空蕩蕩嘅客廳，睇見妙妙將小床被搬空，我先發現我快要癲咗。書宇，你唔可以咁殘忍，連彌補嘅機會都唔俾我。我用力掙開佢嘅束縛，嘴角勾起一抹譏諷嘅弧度。殘忍？當你將離婚協議甩喺我仲未食完飯嘅餐台上嗰陣，你覺得殘忍嗎？當你縱容白青登堂入室，燒掉妙妙唯一嘅念想嗰陣，你覺得殘忍嗎？佢啞口無言，喉結劇烈滾動，卻發唔出聲。就喺呢個時候，窗外突然炸開一聲悶雷，傾盆大雨毫無預兆咁砸落嚟。展廳嘅感應燈閃爍幾下，忽明忽暗之間，佢嘅面色蒼白到嚇人。你走吧，何總。我重新攞起名錄，語氣降到冰點。白青欠落嘅債，你應該揾佢算，唔應該嚟我呢度討一點過期溫泉。我冇等佢回應，徑直行入畫室。透過畫室單向玻璃，我見到何時顯並冇離開。佢推開大門，行入暴雨裏，喺積水嘅台階前慢慢跪低。雨水好快浸透佢昂貴嘅羊毛大衣，佢就咁挺直背脊，似一座遲來嘅贖罪碑。可我只係拉上窗簾。3歲嗰年，妙妙因為掛住爸爸，喺暴雨天發住高燒，等咗佢成晚。嗰陣佢喺邊？佢陪白青喺異國雪地裏睇煙花。依家嘅雨洗唔走過去嘅血，亦沖唔淡我心入邊嘅冷。大雨洗刷過後嘅清晨，展館後門嘅巷仔裏透住潮濕泥土味。我正準備帶妙妙去附近嘅幼兒中心，一架傷痕累累嘅麵包車猛淡話喺我面前。車門拉開，幾個面色陰沉嘅男人不由分說淡將妙妙由我懷裏載走。
媽媽！妙妙驚恐嘅喝喊聲，瞬間撕碎清晨嘅寂靜。我好似癲咗膽衝上去，卻被其中一個人狠狠推倒喺水泥地上，膝蓋瞬間擦出一片血紅。對方丟低一張皺巴巴嘅紙條，引擎轟鳴住揚長而去。紙條上面得一行扭曲嘅字：李書宇，將白青弄出嚟，否則你女兒就去賠嗰粒紅石頭。我強迫自己冷靜落嚟，顫抖住撥通何時顯嘅電話。嗰係離婚之後，我第一次主動聯絡佢。電話接通嗰一瞬間，佢沙啞嘅聲音入邊帶住掩唔住嘅驚喜。書宇，你終於妙妙被白青啲人帶走咗。我打斷佢，聲音冷靜到近乎殘酷。展館後門，一架車牌尾號365嘅銀色麵包車。何時顯，如果妙妙少咗一條頭髮，我呢一世都唔會原諒你。電話嗰邊傳嚟台凳倒地嘅巨響。何時顯嘅聲音瞬間冷到似寒鐵。等我。9分鐘之後，何時顯架車急剎停喺巷口，佢成個人透住一股令人心寒嘅戾氣。嗰係佢喺商場上清算對手嗰陣先會有嘅神情。佢落車，一手扶起我，目光掃過我流血嘅濕碎，眼底劃過濃烈痛意。但佢咩都冇講，只係迅速打開電腦入邊嘅追蹤界面，頸鏈底座入邊嘅微型定位器仲運作緊。何時顯死死盯住屏幕上閃爍嘅紅點，我一直叫人盯住白青啲人。佢以為帶走碎咗嘅底座可以換錢，卻唔知道嗰係佢自己嘅斷頭台。我哋一路追蹤到城郊一間廢棄印驗廠，廠房入面白青瘋狂嘅笑聲喺空曠空間裏面回蕩。佢塊面纏住污糟繃帶，手裏架住打火機。妙妙被綁喺唔遠處樟木凳上，周圍堆滿易燃布料。何時顯，你果然帶佢嚟咗。白青凄厲淡叫住，露出嚟嗰對眼滿滿都係癲狂。我毀咗，我都要你哋最心疼嘅嘢，跟住我一齊毀。白青，放開佢。何時顯步步逼近，聲音異常冷靜，只有慣緊嘅雙拳喺微微發抖。你想要錢，想出國，我都可以安排，但如果你點火，你連踏出呢扇門嘅機會都冇。你呃我，你為咗呢個女人要將我送入監獄。白青嘶吼住，火苗喺妙妙顫抖嘅眼瞳入邊跳動。就咗佢分神嗰一剎那，我猛啖推倒身邊一排沉重鐵架，巨大嘅撞擊聲響徹成個廠房。白青下意識轉頭，何時顯似獵豹一樣衝出去，喺火苗落低前一秒，精準扣住佢手腕，反手將佢狠狠壓喺地下。我衝上去解開妙妙嘅繩，將發抖嘅孩子死死護喺懷裏。白青被之後趕到嘅警察帶走嗰陣，仲試圖用嗰對惡毒嘅眼等住我。何時顯企喺陰影裏面，望住被帶走嘅女人，眼底最後一絲舊情徹底熄滅。佢行到我面前，想伸手抱妙妙，妙妙卻往我懷裏縮咗縮，細聲講：爸爸，你隻手流緊血。嗰係頭先搏鬥嗰陣，佢為咗搶低打火機，被火苗灼傷嘅痕跡。何時顯低頭望住傷口，自嘲淡笑咗一下：冇事，呢啲痛比起你媽媽當年受嘅唔算咩。廢棄廠房外，警車聲漸漸遠去，黎明曙光穿透破敗窗簾，將塵埃照成細碎金光。何時顯企喺原地，目光貪婪又克制淡落喺我同妙妙身上。佢手上嘅燒傷仲滲緊血，可佢似完全冇知覺，只係咬住繩子開口：書宇，醫生喺出面等緊，先帶妙妙去檢查。今次我親自送你哋，唔使啦。我抱起驚魂未定嘅妙妙，語氣疏離到似一場終局宣告：何先生，救命嘅情頭先已經還咗，剩低嘅警察會處理，我哋之間真係冇再見面嘅必要。何時顯身體劇烈一震，佢快步行到車門前，擋住我嘅去路。昔日不可一世嘅男人，此刻眼底全係卑微祈求，就當為咗妙妙嘅安全，呢段時間俾我守住你哋，好唔好？白青雖然入咗去，但係嗰啲債主係揾佢嘅，而我哋已經同你冇關係。我打斷佢，眼神清冷：何時顯，你仲唔明咩？由你喺離婚協議上簽字嗰刻開始，你就已經死喺我嘅世界裏。依家企喺呢度嘅只係一個陌生人。
佢喉結滾咗又滾，突然由懷裏掏出一張皺巴巴嘅相，嗰係當年火場後嘅合照。佢聲音發顫，我查清楚咗，所有細節都對上咗。救我嘅人係你，背後嘅傷亦係為咗我留低。呢5年我到底都做咗啲咩？我望住嗰張相，心入邊竟然冇一絲波瀾。5年1800幾個日夜，我曾經無數次期待佢發現真相，可依家佢捧住真相跪喺我面前，我只覺得沉重同多餘。真相唔係用嚟挽回噶，係用嚟兩清噶。我繞開佢，拉開車門，苗苗坐喺後座，望住車窗外嗰個孤零零嘅身影，扯咗扯我衣角，細細聲問：媽媽，爸爸唔去新家嗎？我沉默一瞬，平靜膽話俾佢聽：爸爸有佢自己嘅路要行，我哋要去嘅地方冇位置停佢嘅車。3個月後，我嘅重塑藝術展喺港城圓滿落幕，我牽住妙妙行出展館，午後嘅陽光灑喺身上，暖到令人想落淚。手機入面彈出一則財經新聞：賀氏集團總裁賀時顯宣布退居二線，成立兒童心理救助基金。有媒體影到佢孤身一人出現喺曾經嘅半山老宅，手裏攞住一幅修補好嘅3歲小女孩畫作。嗰幅畫入面，一家3口已經殘缺，被燒掉嗰張面再都補唔返。我關掉屏幕，順手將嗰張曾經喺律師樓門口影低嘅相丟入路邊垃圾桶。媽媽，我哋去食雪糕好唔好？妙妙雀躍啖挑住，好，我哋去食最甜嗰種。我牽住女行向遠處嘅廣場。至於身後嗰個守住廢墟懺悔嘅男人，佢嘅餘生仲好長，可我嘅世界裏再冇歸期。